我69歲嗰年，一對仔女坐喺我張飯台前面，一個拎住我本存摺，一個撳開手機銀行，叫我將剩低嘅48萬積蓄全部轉去個仔戶口。個仔話：媽，你而家再瞓，今次啲錢擺喺你手上唔安全，我幫你保管，點都好過俾外人攞咗。個女跟住講：你都69啦，平時又使唔到幾多錢，放喺我哋度，將來你睇醫生住院，我哋自然會幫你俾。望住台面嗰本紅色存摺，一時間連手都唔識擺。嗰48萬唔係天跌落嚟，係我做咗30幾年工，慳住食慳住着，加埋我老伴走咗之後，剩低嘅少少錢係一蚊一蚊取返嚟嘅。我已經幫個仔俾過首期，幫個女懷過離婚，幫佢哋湊大2個細路。我以為自己付出咗大半世，到老咗，仔女至少會問我一句：媽，夠唔夠錢使？點知佢哋問嘅係：你啲錢幾時交出嚟？最令我心寒嘅唔係佢哋想要我啲積蓄，而係個女望住我，好自然咁講咗一句：媽，你唔好咁敏感啦。你百年歸老之後，啲錢本來都係留俾我同阿哥噶啦，而家早啲交出嚟有咩分別？嗰一刻，我先真正明白，原來喺佢哋心入面，我仲未死，我啲錢已經有咗主人。我新老伴老周由頭到尾冇同佢哋鬧，佢只係做咗一件事，就係嗰件事令我個仔同個女後來，一個企喺我門口喊，一個當住我面不停講對唔住。我冇即刻原佢哋，因為有啲傷口唔係嗰一句我知錯就可以當，從來冇發生過。我叫梁秀珍，今年69歲，後生嗰陣，我喺廣州一間食品廠做包裝，每日朝早6點幾出門口，夜晚身上帶住一陣油香同機器味返屋企。我老公阿強係巴士維修工，我哋兩公婆人工唔高，但勝在肯壞。我哋有一仔一女，大仔阿健同埋細女阿敏。以前日子窮，一隻雞髀我會切開2份俾佢哋，魚腩留俾個仔，魚背留俾個女。我同阿強食魚頭魚尾，冬天發新衫永遠先買俾細路。自己件深藍色棉快着咗11年，袖口磨到起晒毛都唔捨得換。我成日同阿強講咯，大人捱得，細路唔好苦就得啦。我唔係一個好叻嘅女人，唔識投資，係節唔識講咩人生規劃，更加唔識同仔女計到咁清楚。我只係覺得一家人邊有咁多？你同我仔女有需要，做父母嘅幫得幾多得幾多。有時明明自己心入面唔舒服，都會勸自己算啦。後生仔壓力大，算啦。新抱返工辛苦，算啦。個女一個人帶住細路唔容易。我最驚麻煩人，病咗驚仔女擔心，冇錢驚仔女有壓力，心入面唔開心，又驚一講出口，成家人面蠢咗咗。所以好多年，我將算啦2個字當成咗過日子嘅方法。57歲嗰年，阿強突然心肌梗塞走咗嗰晚，一個人坐喺醫院走廊手上，拎住佢除落嚟嗰隻舊手鐲啊！個仔拍住我膊頭話：媽媽唔使驚，以後有我。個女攬住我話：我同阿哥一定會照顧你。我真係信㗎。嗰陣阿健啱啱買樓，首期差28萬。我同阿強本來有一間舊樓，得50幾平方米，冇電梯，牆身有啲潮，但始終係我哋兩公婆懷咗半世先供完嘅屋。咁健同新抱阿渣成日同我講，孫仔就快出世，間租屋太細，業主又成日加租。阿健仲話：媽，我都唔係要你啲錢，我係問你借住先，等我鬆動啲，一定慢慢還。望住個仔對眼，諗起佢細個發燒，我抱住佢行咗成晚，我點講得出一個唔字？最後我將阿強留下嗰筆錢加埋自己大半積蓄，攞咗28萬俾阿健做首期，仲怕新抱覺得我偏心自己個女，特登同佢講，間屋寫你哋兩公婆名就得啦，我唔使落名。一家人最緊要你哋住得安樂。嗰陣新抱捉住我隻手，一聲一聲叫我媽，話你放心，我會當你親生阿媽咁照顧。後來孫仔出世，阿健叫我搬過去幫手，佢話只係幫1年半載，等孫仔入托兒所，我就可以返自己屋企休息。點知一幫咗11年喎，嗰11年我每日5點半起身，冬天個天仲黑，
我就着住對已經磨平底嘅膠拖鞋，行入廚房洗米煲粥。阿健鍾意食腸粉，新抱要食麥皮。孫仔細個腸胃弱，要另外蒸水蛋。一個早餐我要整3、4樣嘢。佢哋7點幾起身，熱粥已經放喺台面，水杯裝好，返學袋擺喺門口。佢哋食完就走。是阿健會講句媽，我件白恤衫記得。咁新抱會喺門口補一句今晚唔好煮太肥，樂樂聽日要測體重。但好多年冇人問過我媽，你朝早食咗未？通常等佢哋出晒門口，先將煲底剩低嗰半碗凍粥加少少熱水，企喺廚房食。食完就去街市。我有少少高血壓，膝頭又開始痛。但係街市10點前啲菜平啲，就拉住架舊買餸車，一檔一檔問價。番茄貴5毫，我會行多2檔。豬肉唔靚，我會再兜一個圈。孫仔鍾意食蒸排骨，新抱怕肥，我就逐件排骨切走啲肥膏。見夜晚返嚟遲，我用保溫10裝住湯，有時等到10點幾，湯熱完又凍，凍完又熱。我自己嗰碗飯往往一早就硬晒。孫仔3歲嗰年，半夜燒到39度幾。見第2日要見下新抱，話自己頭痛，我一個人用毛巾包住個孫落樓截的士去急診。嗰晚落大雨，我冇帶遮，件衫濕到貼住背脊。孫仔伏喺我心口喊，一隻手抱住佢，一隻手排隊交費攞藥。凌晨4點返到屋企，新抱瞓住眼由房行出嚟，第一句係醫生有冇話會唔會傳染？我話普通病毒感染，佢就噏咗一聲，轉身返房瞓。第二朝6點，我照樣起身煲粥。嗰日我自己都發燒，我企喺廚房，雙腳好似踩住棉花咁，連鑊屜都拎唔穩。新抱見過結我面青青，唔係叫我休息，而係話媽，你唔舒服就戴口罩啦，唔好傳染樂樂。我聽完心入面有少少酸，但我又勸自己，佢都係緊張個仔啫。算啦，孫仔返幼稚園之後，每日接送夏天30幾度，校門口冇遮冇擋，我驚遲到，次次提早半個鐘去等，對筆濕晒，背脊成身汗，我都企喺最前面，怕孫仔一出門口見唔到，我會驚。一次落雨，我跣親膝頭撞到行人路邊，我痛到眼水都飆出嚟，但一睇手粒，仲有10分鐘放學。我唔敢去診所，我坐喺花槽邊唞咗一陣，用紙巾抹走膝頭嗰啲血，拐一拐行去校門口。孫仔一出嚟，將書包掟俾我，話：嫲嫲，我今日想食雞翼。我笑住話好。返到屋企，我忍住痛籌雞翼，洗菜煲湯，直到夜晚沖涼，我先發現成個膝頭嘴到剃頭。咁我同阿健講，第2日想去照下，佢一路睇手機，一路話：咁大個人行路小心啲啦，聽日我有會，你自己搭車去啦。我本來想問佢可唔可以陪我一陣，但見佢眉頭皺住，嗰句說話去到嘴邊又吞返落肚。第2朝我自己拎住病歷同藥盒，搭咗4個站巴士去醫院。醫院啲冷氣好凍，我坐喺走廊將膠核到，身邊啲老人家有仔女陪住交費，有人幫手拎水，有人問醫生要注意啲咩。得我嗰個用手攬住自己個果袋，護士叫到我個名嗰陣，企得太急，膝頭一軟，差啲又跌多次。照完片，醫生話軟組織受傷，要休息，唔好行太多樓梯。我返到屋企，新抱第一句問：你聽日仲接唔接到樂樂？下就約咗客，走唔開。我望住手上張醫院單，停咗2秒，最後都係話接到。嗰11年，我每個月有4000幾蚊退休金，阿健冇問我攞家用。屋企嗰啲餸錢、日用品、孫仔文具、校服、零食，好多都係我自己俾。新抱成日話：媽，你買開順便買埋啦，我夜晚轉返俾你。但好多時1個月過咗，佢都唔記得轉，我又唔好意思追一支豉油30幾蚊，一包米100幾蚊，一件校服幾百蚊。1次2次唔算多，但10年8年加埋我自己都唔敢計。
好似我喺飯台度講，而家啲餸真係貴，一日買少少都過百。新抱即刻笑住話：媽，你都住喺度，食飯梗係要買餸㗎啦，你又唔使交租，唔好計得咁清楚啦。佢講嗰陣，看幾次語氣唔算惡，甚至仲似講笑。阿健都冇出聲，只係低頭食飯。但我手上嗰啖飯突然好難吞落去。間屋首期有28萬，係我俾我做咗11年家務，冇收過1蚊。到最後，原來我買餸只係因為我住喺度唔使交租。嗰晚我喺廚房洗碗，水喉啲水沖住隻碗，我望住玻璃窗入面自己個樣，頭髮白咗一半，背脊有啲彎，手指因為長期掂洗潔精，乾到裂開一條條口。我突然問自己，呢11年我究竟係嚟享仔福，定係嚟還一筆永遠還唔清嘅債？但第二朝依然5點半起身，因為我怕一家人冇早餐食。細女阿敏嗰邊，我一樣冇少幫佢結婚，唔夠7年就離婚。嗰陣佢抱住個女返嚟，喊到氣都透唔到。我問佢點解當初唔聽我講，亦冇怪佢。我攞咗8萬蚊俾佢交租，請律師安排個女轉校。阿敏話：媽，我有錢一定還你。我答佢：你企返穩先算啦。話佢揾到工，生活慢慢好返。嗰8萬蚊大家都冇再提。我生日嗰日，阿敏有時會買個蛋糕，有時轉500蚊俾我，再喺家庭群講一句：阿媽生日快樂，身體健康，我都已經好開心。我唔求仔女話我幾多，我只係想有一日我真係行唔喐，佢哋會記得我都曾經用盡力氣托住過佢哋。但人有時就係咁，你俾得太順手，人哋就會慢慢忘記你俾出去嘅，原本都係你自己嘅。孫仔樂樂細個好黐我，瞓覺要我陪，返學要我拖，發夢喊醒都會叫嫲嫲。我一直以為至少個孫會記得我好，但佢大咗之後開始嫌我老土。我叫佢食飯唔好一路撳電話，佢會反眼。我提醒佢帶水，佢話我煩。有一日，我執佢張書台，咁到地上有張全家福，上入面有阿健新抱同樂樂3個人着住同款白色衫，係影樓，笑得好開心。我拎住張相問：幾時影㗎？影得幾靚喎？新抱好自然咁話：個星期日影㗎，套票只包3個人，家人要另外俾錢，咪冇叫你咯。我點點頭話：係啊，影樓家人係貴啲。我將張相抹乾淨，放返入相架。但嗰一晚望住廳入面掛住嗰張3人全家福，突然覺得自己企喺呢間屋咁多年，好似從來冇真正入過佢哋個畫面。我喺屋企影過好多相，孫仔第一次食糊仔係我影。第一次行路係我扶住生日吹靜續，係我企喺鏡頭後面。原來影咗咁多年，我一直都係揸機嗰個人。2年前，樂樂升中學，新抱畫畫，佢要有獨立空間，打算將我分開嗰間細房改成電腦房。嗰間房得6平方米，入面放咗一張單人床，一個膠衣櫃，床底塞住我幾對舊鞋，同一個藥箱。我住咗11年，自己嘅嘢加埋，再連一個大行李箱都裝唔滿。新抱同我講：媽，樂樂大個啦，要有地方溫書。反正你間房咁細，你不如瞓廳張窄床啦，夜晚唞開，朝早收返，好方便。講得好似真係替我諗。我望住張戰床，冇即刻答。嗰晚我聽到阿健同新抱喺佛面傾偈。新抱話：其實你媽返舊屋住仲好啦。樂樂而家要安靜，屋企多個老人家，看幾次成日行出行入。阿健沉默咗一陣話：等我揾機會同佢講啦。佢都幫咗咁多年，突然叫佢走，好似唔係幾好。新抱答：有咩唔好？佢自己有退休金，又有屋，再講幫手湊孫都係做嫲嫲應該做嘅。我企喺走廊手上拎住一杯準備俾阿健嘅熱水，杯水仲冒緊煙，但我隻手凍到連杯都差啲拎唔穩。做嫲嫲應該做嘅呢句說話，我喺心入面重複咗好多次。半夜抱孫去急診係應該，跌親都要接放學係應該，用自己退休金買餸買衫係應該，幫手11年到個孫唔再需要我，就應該識趣咁養間房出嚟。原來喺人身邊住得耐，唔代表嗰度係你屋企。有時你只係一件用咗好多年，而家開始阻地方嘅舊架打字。第二朝，我冇等阿健開口，
自己話想返舊屋住一排。阿健鬆咗一口氣，但又扮得有啲唔捨得。佢話：媽，你唔好諗多啊，樂樂只係讀書需要地方，你得閒咪過嚟食飯咯。我笑住話好。當執行李嗰陣，先發現自己喺呢間屋住咗11年，真正屬於我嘅嘢得幾件舊衫、一盒降血壓藥、一本全集、幾張孫仔細個畫俾我嘅畫，一對着到鞋底已經歪咗嘅布鞋。我拎起床頭嗰張舊相，相入面孫仔2歲，坐喺我大髀食西瓜，佢成塊面都係西瓜汁，攬住我條頸笑。我望咗好耐，都將張相放入袋。我留咗張紙喺雪櫃門上面寫：湯喺煲入面，餸放咗喺雪櫃落落。星期3要交美術功課，材料我買好放喺書包側袋，以後接餸同食飯你哋自己安排。都老啦，想返去休息一排。我冇寫嬲你哋冇寫，你哋冇良心。我甚至連一句委屈都冇留低。我拉住個舊行李袋出門口嗰陣，屋企冇人送我。阿健返咗工，幫抱大孫仔去補習。門關上嗰一下，走廊好靜。我企咗幾秒，先慢慢撳電梯。返到舊屋門一打開，成陣塵味湧出嚟。間屋空咗好多年，牆角有霉點，咪龍頭滴水。雪櫃一開，入面得半樽過期辣椒醬。我放低行李，坐喺張蒙塵嘅木凳度。嗰晚我冇開同我電視，冇煮飯，只係用熱水沖咗個杯麵，一個人食。食到一半，我突然喊咗，唔係因為間屋舊，亦唔係因為一個人孤單，係我直到嗰一刻先敢承認，我真係攰。我攰咗好多年，只係以前冇人問，我自己亦唔敢講。後來我喺社區活動中心識咗老周，老周大我3歲，退休前係電工，佢太太走咗8年，有一個仔喺外地工作。老周唔係一個好識講甜言蜜語嘅人，第一次同我傾偈，係見我拎住張醫院覆診紙，唔識用手機預約，佢冇笑我，只係坐喺我隔離咪一個掣一個掣教我。預約完，佢將手機遞返俾我，話下次唔記得就問我，唔使怕麻煩人，人老咗有時就要互相搭把手。嗰句唔使怕麻煩人，我聽完心入面暖咗好耐。我同老周由飲早茶開始，慢慢熟咗。佢知我膝頭唔好，每次行樓梯都會行喺我後面。落雨會帶多把遮。我食藥成日唔記得時間，佢買咗個分隔藥盒，喺上面貼住星期1至星期日。有一次我感冒，佢煲咗一煲陳皮瘦肉粥，保溫室拎上嚟，佢將粥放低冇急住走，先入廚房睇下煤氣有冇關好，再將地上嗰張2線嘅膠地加起。臨走前，佢見我對舊拖鞋鞋底太滑，佢日買咗對軟底拖鞋俾我。嗰對拖鞋唔貴，60幾蚊，但我着上腳個黑眼眶突然熱咗。我喺個仔屋企住咗11年，幫全家人買過無數對鞋，孫仔波鞋、部高踭鞋、阿健皮鞋，但從來冇人留意過我對拖鞋已經磨到冇紋。老周只係望過一次就記住咗。後來老周問我願唔願意同佢一齊過，我第一反應唔係開心，咪驚我驚仔女唔中意，驚人哋話我咁老仲再婚，更加驚。萬一老周個仔覺得我圖佢層樓，我又要受多一次白眼。老周冇催我，佢話你諗清楚先。乜唔係揾人養，係兩個人老咗病咗，有個人幫你倒杯水。你啲錢係你嘅，我啲錢係我嘅。日常開支一人一半，病痛各自有安排，唔使邊個靠邊個。佢仲主動帶我去做咗婚前財產約定，寫清楚佢間屋係留俾佢個仔。我原本嘅存款同舊屋亦全部由我自己處理。我睇住佢喺文件上簽名，忍唔住問：咁你唔怕我唔高興咩？人哋話一結婚就講錢，好傷感情。老周望住我話：正正因為想好好過，先要講清楚。講清楚唔係防住對方，係唔俾其他人有機會挑撥。嗰陣我未完全明，後來我先知道有啲嘢白紙黑字寫清楚，唔係冷血，係保護。我同老周登記嗰日冇擺酒，只係兩個人去飲茶。我同仔女講咗，見表面話尊重，但問咗我3次。周叔知唔知你有幾多存款？阿敏就更加直接，媽媽，你同佢拍拖冇問題，但結婚真係要諗清楚。新聞好多老人家一俾伴侶呃晒啲錢。
話老周有退休金，有自己間屋，我哋財產分開。阿敏仍然唔放心，男人把口點講都得啦，你心軟，人哋氹你兩句，你連層樓送俾人都唔知，我聽得出。佢哋話係擔心我，但我亦聽得出，佢哋真正擔心嘅係我手上剩低嗰啲錢。再婚之後，我同老周住喺我間舊屋，佢出錢重新整咗廚房水喉，喺浴室裝扶手。我想俾返一半裝修費，佢話慢慢計，唔使急，數要清，日子都要過得有人情味。我哋生活唔豪華，朝早一齊落樓行公園，有時飲個10幾蚊嘅早茶。咁你怪各自睇書、聽粵曲，我煮飯，佢洗碗，我覆診，佢陪我搭巴士，佢驗眼，我幫佢攞籌。我第一次知道，原來兩個人一齊生活唔一定要邊個服侍邊個，可以係你幫我晾衫，我幫你記住食藥，可以係一碗湯煲好之後，大家坐低一齊飲，唔使等人等到凍晒。但我仔女對老周一直有戒心，阿健每次嚟會有意無意望下屋企有冇添置新嘢。阿敏會問我：媽，你最近有冇俾錢周叔？我話冇。佢又問：咁佢有冇問過你存折擺邊？我開始有啲唔舒服。我話：周從來冇問過我有幾多錢。阿敏窒住眉，而家唔問唔代表以後唔問。有一年中秋，我叫仔女返嚟食飯，我由朝早開始煲蓮藕湯、整豉油雞、蒸魚，買咗孫仔鍾意食嘅蛋撻。老周知我想一家人好好食餐飯，特登落樓買水果。阿健一家遲咗成個鐘，阿敏亦一路撳電話。食飯嗰陣，老周幫我夾咗一件魚腩。咁下呢，孫仔突然笑住話：婆婆，你而家有周爺爺啦，以後啲錢係咪都俾佢個仔啊？成張台靜咗，我望住個孫，邊個同你講㗎？樂樂仲未識得睇大人面色，直接話媽咪話㗎。媽咪話你結咗婚，啲錢好容易變成人哋屋企嘅。新抱即刻話：細路亂講嘢，你唔好當真。但嗰一刻，我心入面已經有條刺，原來佢哋唔單止自己猜我，當住個孫面講我啲錢將來應該屬於邊個。我冇發脾氣，只係將煲湯逐碗裝好。我嗰碗湯由熱放到凍，最後一啖都冇飲。之後幾個月，阿健生意周轉唔順，我借10萬，佢話最多半年就還。我望住自己本存折，其實有啲猶豫。以前我一定二話不說就俾，但今次老周問我：你借得心甘情願嗎？如果佢唔還，會唔會影響養老？我即刻有啲不高興。我話佢係我個仔，我唔幫佢，就邊個幫佢？老周冇反對，只係話幫可以，但要留底，唔係為咗告佢，係等大家記得，不係借，唔係你應份要俾。我覺得一家人要寫借據好似太生分，最後冇寫，直接轉咗10萬俾阿健。半年之後阿健冇還，1年之後我提過一次，佢話媽就寫話我而家供樓養仔一身壓力，你同周叔兩個退休金加埋都夠使，個10萬遲啲先啦。我聽到你同周叔退休金加埋呢句，心入面好唔舒服。老周嘅退休金看幾次係老周嘅，我借出去嘅錢係我嘅，點解阿健可以咁自然將老周嘅錢都計入我養老入面？但我又冇再追，我怕個仔覺得我再婚之後受老周教唆，開始同佢計錢。再後來阿敏想幫個女報一個海外交流團，差3萬幾，佢打電話俾我，一開口就話：媽，你個孫女難得有機會，呢啲錢唔慳得。我問佢自己有幾多，即刻有啲不耐煩。我有我就唔使問你啦，你啲錢放喺銀行利息又低，俾個孫女見識下世界，唔係更加有意思咩？我最後俾咗2萬，阿敏收錢嗰陣話，剩低嗰萬幾我自己諗辦法。但過咗2日，佢喺家庭群發咗張新手機相，我望住嗰部過萬蚊嘅手機，心入面第一次覺得，原來唔係佢冇錢，係佢覺得啲錢應該由我出。嗰段時間我成日瞓唔着，半夜醒咗望住床頭個藥盒，星期一至星期日老周幫我分好晒，旁邊放住一杯暖水。我再諗起以前喺個仔屋企發燒都要戴住口罩煮飯，我開始問自己，點解一個同我冇血緣嘅人會擔心我夠唔夠錢養老，而我親生仔女諗嘅係我啲錢應該點樣分？
媽仍然唔願意將佢哋諗得太差。我同自己講，佢哋只係怕我俾人呃，佢哋只係生活壓力大。直到我69歲生日嗰日，最後嗰件事發生嗰日係星期日，建話一家人過嚟同我食飯，阿敏亦帶住個女嚟，我以為佢哋想幫我慶祝。朝早我同老周去街市買咗條桂花魚、半隻燒鵝，仲煲咗我最中意嘅花生眉豆豬骨湯。周買咗個細地嘅蛋糕，佢話唔使整咁多，今日你生日應該坐低大等食。我笑佢喎，仔女難得返嚟，整多兩味啦。我由朝早忙到下晝，阿健嚟到之後放低一盒保健品，阿敏就送咗條頸巾，我已經好開心。食完飯，老周入廚房洗碗，阿健突然由袋入面攞出幾張紙，阿敏就拎起我放喺櫃桶入面嗰本存摺，見到本存摺喺佢手上，愣咗一愣。我問你喺邊度攞㗎？阿敏話頭先揾紙巾，見到櫃桶冇鎖，咪順便睇下咯。我聽到順便睇下4個字，咁心口好似俾人揼咗一下。嗰係我私人嘅存摺，但佢完全唔覺得自己做錯。阿健將張紙推到我面前，係銀行轉址資料。佢話：媽，我同阿敏商量過，你而家年紀大，又再分48萬擺喺你名下唔穩陣，不如轉晒去我度，我開個獨立戶口幫你保管。我話點解唔穩陣？本存摺一直都係我自己收住。阿敏即刻話：你而家梗係話自己清醒，老人家俾人呃之前，個個都話自己清醒。我望住佢，你覺得老周會呃我？阿敏冇直接答，只係話人心隔肚皮。你同佢先識幾耐？同阿哥先係你親生㗎。阿健跟住講：我哋唔係要你啲錢，係幫你保管。你每個月要使幾多，我再轉返俾你。我聽完忍唔住問：即係我自己嘅錢，以後我要使都要問你攞。阿健皺住眉，覺得我唔講道理。媽，你點解一定要講到咁難聽？我係你個仔，會吞咗你啲錢咩？我話你之前借我10萬，仲未還，成張台又剩咗。見個樣即刻沉落嚟。佢話一家人，你使唔使喺今日提嗰10萬？我有錢自然會還。阿敏幫住佢，阿哥供樓壓力大，你又唔係冇錢使，追得咁急做咩？望住佢哋慢慢問：咁我俾你嗰2萬呢？阿敏面色一變，嗰啲係俾你個孫女讀書，點可以混埋一齊講？我話我唔係追你哋還，我只係想知點解我俾你哋錢就叫一家人唔使㗎事，到我想自己留住啲養老錢，你哋就話我唔信親生仔女。阿健開始唔耐煩，佢將張轉骰子推近我。媽，你唔好俾周叔影響咗。媽，以前你唔係咁㗎，以前你最殺我哋，有咩都會先諗住仔女。我望住佢，咁我而家留返啲錢睇病養老就叫唔殺你哋？阿健冇答。阿敏靚咗口氣，好似我先係嗰個唔識睇領人嘅人。佢話：媽，你都69啦，留咁多錢做咩？你百年歸老之後，啲錢本來都係留俾我同阿哥㗎啦，而家早啲交出嚟有咩分別？嗰一刻冇出聲，我只係坐喺飯台前面，望住面前嗰碗生日湯上面啲油已經凝成一小片一小片，牆上個鐘滴答滴答咁行。廚房傳出水聲，周仲喺入面洗緊我煮咗成朝嘅碗碟。我望住自己雙手，呢對手幫個仔交過首期，抱個孫去過急診，替個女執過離婚之後嘅爛胎子，洗過唔知幾多件校服，唔知幾多餐飯。但到我69歲生日，我親生仔女坐喺我面前，等住我將最後嗰點底氣交出嚟，唔係問我願唔願意，係覺得我應該。我突然好想問佢哋，呢一世究竟有冇一樣嘢係可以真正屬於我自己？但我冇問，因為我見到佢哋個樣就知道問嚟都冇用。阿健見我唔出聲，以為我開始動搖，佢將手機遞俾我，咁使驗證碼嚟到你部電話，你講俾我聽，我幫你轉，好快搞掂。就喺呢個時候，老周由廚房行出嚟，佢抹乾雙手，望咗一眼台面本存摺同轉骰子，佢冇鬧阿健，鬧阿敏，甚至冇提高聲線，佢只係問我：阿珍，你想唔想轉？
我後嚟好似塞住咁，過咗好耐先講得出一句，我唔想。老周點點頭，跟住佢做咗一件事，佢行入房拎咗一個啡色文件袋出嚟，放喺我面前，入面有我哋嘅婚前財產約定，有佢自己嘅退休金資料，有佢間屋嘅圍廊安排，仲有一張社區法律援助站嘅卡片。老周當住我仔女面前，將嗰份財產約定打開，上面清清楚楚寫住我婚前嘅樓同存款全部歸我自己所有，老周冇權處分。個仔亦無權繼承，同樣老周自己嘅樓同存款亦由佢自己安排。佢望住阿健同阿敏，平靜咁講：我從來冇打算要阿珍1蚊。呢份文件結婚之前已經簽好，佢啲錢唔俾我，亦唔代表一定要俾你哋。佢仲健在，仲清醒，仲識得自己行、自己食、自己決定。你哋可以擔心佢，但唔可以用擔心做理由攞佢話事嘅權。阿健面色好難睇，佢話：周叔，呢啲係我哋一家人嘅事。老周答係，所以我冇替佢決定，我只係將選擇權擺返去佢手上。講完，老周將全涉推返俾我，佢冇叫我同仔女反面，冇叫我報警，冇叫我斷絕關係。佢只係我就半日將我本來應該有嘅權利擺返喺我面前。嗰一刻，我眼淚終於流咗落嚟。原來有人撐你，唔一定係幫你鬧贏所有人，有時只係有人企喺你身邊，同你講題你可以嘅自己決定。我刪咗手機銀行，將本存摺放返入文件袋。我對阿健同阿敏講：咁細啲錢我唔會轉。阿健即刻企起身。媽，你真係寧願信一個識咗2年嘅人都唔信自己仔女。我望住佢，我唔係信邊個多啲，我係想信返我自己。阿敏眼紅紅，但唔係因為傷心，係因為嬲。佢話：你今日咁做，第日有咩事唔好後悔。我心口痛咗一下，以前只要仔女講呢種說話，我一定會驚。咁佢哋以後唔理我，驚我老咗冇人送終。驚親戚話我再婚之後連女都唔要，但嗰日我第一次冇追出去解釋，我只係平靜咁講：我唔會唔認你哋。今日開始，我啲錢我自己安排。我有病，我會先用自己嘅錢醫；我老咗，我會提前安排照顧。我唔再用交出所有積蓄嗰個里程去證明我係一個好阿媽。健拎起外套走咗，阿敏亦帶住個女離開。門關上之後，成間屋好靜，台面個蛋糕仲未切，蠟燭擺喺旁邊，一支都冇點過。我坐喺勤島度，成個人好似散晒。我覺得自己贏咗，一啲都冇。我只係覺得好痛。我生佢哋，養佢哋，幫佢哋。我唔明點解行到最後，大家要坐喺飯台前面，好似爭一筆生意咁，爭我啲養老錢。老周冇講，我一早話你知，亦冇講你仔女幾衰。佢只係將凍咗嘅湯倒返入煲，慢慢翻熱，再切咗2小件蛋糕。佢將其中一件推俾我，生日都要食蛋糕。喊住話：我係咪做錯咗？如果我將錢俾佢哋，係咪一家人就唔使搞成咁？老周望住我，表面可能唔使嘈，但你以後每使1蚊都要睇人面色。阿珍，女孝唔孝順唔應該靠你交出全集去試。嗰晚我成晚冇瞓，我望住床邊對軟底拖鞋，又望住藥盒，再望住櫃入面嗰沓舊相。我諗起阿健細個第一次返學，跟住我唔肯放手。我諗起阿敏離婚嗰晚，伏喺我膝頭喊，我甚至開始懷疑係咪我以前俾得太多，先令佢哋變成今日。咁由委屈到自責，由自責再到心寒。咁係10天光嗰陣，我突然諗明一件事，我唔可以控制仔女點諗，但我可以決定剩低嘅日子點過。第2日，老周陪我去咗社區法律援助站，佢只係陪我去所有問題。我自己問，職員叫陳姑娘，40幾歲，講說話好溫和，佢先聽我由頭講一次，冇笑我心軟，亦冇話我仔女一定係壞人，佢只係問我：梁姨，你又最擔心係咩？我話：我驚第日病咗冇人理。佢又問：咁你手上有錢定係冇錢會比較有選擇？我沉默咗答案，其實好清楚。姑娘教我將重要資料整理好，銀行轉制記錄、醫療報告、房屋資料、保險資料、緊急聯絡人全部分開放。
佢提醒我大額借款最好有文字記錄。買台產安排要按自己意願，唔好因為任何人施壓就簽文件。有需要可以先做家庭調解。我第一次認真打開自己本存實，逐筆睇返過去啲數。28萬俾阿健做首期，8萬幫阿敏離婚之後安頓，10萬借俾阿健周轉2萬俾孫女報交流團，仲有咁多年買餸、校服、補習、醫藥利是。原來我唔係冇為仔女打算過，已經打算咗大半世。而家我只係想為自己打算一次。我又翻出當年俾阿健首期嘅銀行記錄，備註寫住買樓首期。我望住嗰行字眼都濕咗。嗰28萬從來冇諗過要攞返，但我想留住張記錄，唔係為咗同個仔打官司，係提醒自己，我唔係一個冇付出過嘅阿媽，我唔需要再靠交出剩低嘅錢去證明我愛佢。咗1個星期，我主動約阿健同阿敏去社區調解室呢，佢哋本來唔想嚟。阿健話一家人搞到去法律援助俾人知，笑死人。我答佢一家人唔講清楚，可能幾次先至最容易傷感情。最後佢哋都嚟咗，陳姑娘先叫大家輪流講。阿健話佢真係驚我再婚俾人呃佢，又話自己供樓養仔，生意唔穩，每日壓力大到瞓唔着。見我有一筆錢，自然覺得放喺佢度安全啲。阿敏就話佢離婚之後一直冇安全感，佢怕我將樓同錢留俾老周，到時自己同阿哥乜都冇。我聽住佢哋講，一次冇急住睇令。以前佢哋一講壓力太大，我就會即刻覺得自己唔應該再增加負擔。但嗰日我知道佢哋有壓力係真，但壓力唔可以變成攞走我尊嚴嘅理由。唔到我講嗰陣，我由袋入面拎出一張紙，上面係我自己寫嘅幾句說話。我怕臨場心軟，所以逐隻字讀。阿健阿敏，我知你哋生活唔容易，亦知你哋未必真係想我冇錢醫病，但你哋未得我同意，打開我櫃桶攞我存摺，準備叫我轉走全部積蓄。呢件事令我好驚，我驚嘅唔係老周呃我，咁驚係有一日我連自己買一盒藥都要問仔女批唔批准。阿健低住頭頭，阿敏眼圈開始紅。我繼續講，你哋問我點解而家變咗，其實我冇變，仍然係你哋阿媽，但我老咗。我開始知道人老咗最怕唔係冇人養，係手上冇晒底氣。湊孫係情分，唔係債；幫仔女係心意，唔係賣身契。我以前唔講清楚，話呢以為咁就叫一家人，但有啲嘢唔講清楚，親情反而最容易變質。跟住我提出3件事：第一，48萬存款由我自己管理，將一部分做定期，一部分做醫療同長期照顧備用金。任何人都唔可以代我保管。阿健之前借嗰10萬，唔使一次過還，但要按能力每個月還一部分。唔係因為我等住用，係要講清楚嗰筆係借款，唔係我應份送俾佢。第三，我會重新安排遺浪。我走咗之後嗰啲嘢點分，我隨我自己意願，但喺我仲在生嗰日，任何人都唔可以當嗰啲已經係自己嘅。阿健一聽到要還錢，即刻話媽，一家人講錢真係好傷感情。我望住佢慢慢答咧，一家人唔講清楚先至最傷感情。你借咗錢唔提，我唔敢問。咁我俾咗你首期呢，你老婆話我住喺你屋企冇交租，我幫你湊仔11年，你哋覺得係我應該？呢啲唔講，先會一層一層積喺心入面，積到最後唔係傷感情，係連感情都冇埋。阿健成個人靜咗，阿敏就喊住話：媽，我哋唔係唔愛你。我話我知。但愛一個人唔可以只係自己覺得有愛，要睇對方有冇感受到尊重。最後調解冇變成一場勝負。阿健答應分2年，慢慢還10萬。阿敏冇欠我錢，但佢向我承認未經同意，睇我存摺係唔啱。我亦同佢哋講，以後有真正困難，我有能力仍然會幫，但幫幾多、幾時幫由我自己決定。我唔再因為怕佢哋唔高興，我將自己推到冇退路。之後幾個月，阿健真係每月轉咗4000幾蚊俾我。第一次收到錢嗰日，我望住手機通知，心情好複雜。我唔係開心攞返
錢，而係第一次覺得同個仔之間終於有一件事係講清楚嘅，但關係冇即刻變好。阿健有一段時間冇主動打俾我，阿敏喺家庭群亦少咗講嘢，我都有失落。有幾晚我望住電話，有想主動問佢哋食咗飯未，手指撳到一半又停低。老周冇叫我同仔女鬥氣，佢只係話係想佢哋就打，但唔好因為怕失去就將自己啲原則全部收返。開始慢慢學識親情可以掛念，但唔代表要退回原位。嗰年冬天我做咗一次眼睛小手術，以前我入醫院多數一個人，今次老周一早陪我去，將身份證、病歷眼藥水分開放入透明袋。做完手術，我睇眼前唔順選，第一啖食到嘅係老周用保溫室帶嚟嘅瘦肉粥，佢怕太熱，一啖一啖吹凍先俾我。護士見到笑住問：你個仔好細心喎。嗰老就話唔係個仔係老伴。我聽完忍唔住笑咗，嗰一刻我先真正明白，屋企唔係你住咗幾多年，亦唔係張門牌寫住邊個名，屋企係你訂嗰陣，有人唔係問你會唔會阻住佢返工，而係問你痛唔痛，係你行得慢，有人願意行慢2步等你，係飯餸凍咗，有人記得幫你翻熱。出院嗰日，阿健其實有嚟，佢企喺走廊另一邊，手上拎住一袋水果。佢見到老周幫我着外套，扶我慢慢起身，個樣突然有啲不自然。佢行過嚟，媽媽痛唔痛？呢句說話我等咗好多年。以前膝頭跌柱佢冇問，以前發燒佢冇問，以前一個人去醫院佢亦冇問到我。69歲之後終於問咗一句：媽痛唔痛？我眼眶熱咗，但只係答而家唔痛啦。阿健低住頭，過咗一陣先講：媽，對唔住。我冇即刻話冇事，因為明明有事，點可以為咗令大家舒服扮成冇事？我只係話我聽到過年前阿健一個人嚟探我，佢冇帶新抱同孫仔入門口嗰陣，佢見到玄關擺住2對拖鞋，一對係老周嘅，一對係我嗰對軟底鞋。佢企喺門口望咗幾秒，跟住問我：呢對拖鞋舒服嗎？我話舒服，老周買嘅。阿健冇出聲。食飯嗰陣，佢突然講起以前，話樂樂升中之後，屋企冇人煮飯，冇人接送，衫成日堆幾日都未洗。佢同新抱為家務嘈過好多次。有一次樂樂發燒，兩公婆輪流請假，先知道半夜帶個細路去急診。第二朝仲要照常返工，原來真係咁攰。佢話：媽，以前你喺屋企，我哋以為嗰啲飯自己會熟，啲衫自己會乾，樂樂自己會平安返到屋企。你走咗之後，我先知唔係。冇接話。阿健眼紅紅，繼續講：我以前唔係冇阿媽，係我一直將阿媽當成一個應該幫我嘅人。你做得好，我覺得正常；你做少一樣，就覺得你變咗。嗰日我叫你交出存款，我真係覺得自己係為你好。但後來我諗，如果樂樂第日咁樣攞我本存摺，叫我每使1蚊都問佢，我會點？佢停咗好耐，問幾次先講。我望住個仔，40幾歲嘅男人，頭頂已經有幾條白頭髮。我知道佢真係有壓力，供樓養仔，工作唔穩定。但我亦終於明白，理解佢有壓力，唔代表我要接受佢傷害我。兩件事可以同時存在，我可以心痛個仔辛苦，亦可以要求佢尊重我。咁咪咗？阿健問我：媽，你會唔會搬返嚟住？我搖頭，個樣明顯失望。我話：我冇話唔認你呢個仔，你有事我有能力都會幫，但我唔會再搬返去，我唔會再做返以前嗰個有求必應、攰都唔敢出聲嘅阿媽。係親情我會留，但邊界我都要留。阿健點點頭。嗰日走之前，佢第一次主動將飯碗拎入廚房洗。雖然洗完個碗仲有少少油，但我冇再行入去幫佢重洗。咁啲路要等佢自己慢慢學。阿敏嘅道歉比阿健遲咗幾個月。佢個女有一日問佢：媽咪，你老咗之後係咪啲錢都要俾我保管？阿敏話：佢嗰一刻成個人愣住。原來細路聽大人講過嘅每一句都會記住。佢終於明白自己當初喺個女面前講我啲錢遲早係佢哋嘅，
其實係教緊下一代，父母老咗之後，財產比父母本人更加重要。問嚟揾我嗰日帶咗一煲湯，佢話係自己煲嘅。我飲咗一啖鹹咗少少，蓮藕又未夠浸啦，但我仍然飲晒成碗。佢坐喺我對面，眼淚一路流。佢話：媽，嗰日打開你櫃桶攞存摺，我真係冇覺得有問題。我由細到大都覺得你嘅嘢就係我同阿哥嘅嘢，因為你從來冇同我哋分過。到你真係想留返啲嘢俾自己，反而覺得係你變咗。我話唔止你哋有責任，我都有。我以前成日話一家人唔好計，但我從來冇教你哋唔計較，唔代表冇界線。父母願意俾提示係愛字，唔係仔女理所，當然可以攞。阿敏問我係咪仲嬲佢，我話有啲嬲。佢愣咗一下，可能以前嘅我一定會即刻話唔嬲。我繼續講，話願意慢慢行返近，唔係犯返以前，係重新開始。之後我同老周嘅生活慢慢穩定落嚟，我哋冇大富大貴，亦冇搬入咩豪宅，係將間50幾平方米嘅舊屋執得乾乾淨淨。我買咗張細張嘅木餐台，以前喺個仔屋企，我永遠最後一個坐低食。而家我煮好飯，老周會叫我阿珍坐低先，為啲碗等陣先洗。餐台上面有裝馬暖黃彈燈，夜晚開住，成間屋唔大，但好暖。窗台種咗2盆茉莉花，老周種蔥，我種薄荷。有時朝早落完雨，個窗邊都係泥土同篾嘅味道。我加入咗社區粵曲班，以前我覺得我咁老唱嚟俾邊個聽？而家我星期2、星期4都去，唱得唔算好，有時入錯拍子。班入面啲老姊妹會笑住等我再嚟。我亦開始定期做身體檢查，醫生叫我控制血壓，我就每日記低細數字。膝頭痛，我唔再忍到行唔喐先去睇。藥食完，我會自己去配，唔再將唔好麻煩仔女當成忽略自己身體嘅理由。我將存款分成幾部分，日常上空每一份，醫療備用一份，將來需要照顧服務一份，另外留少少。連同老周去1、2次短途旅行，唔使去好遠，坐高鐵去佛山食餐飯，去肇慶住一晚，睇下湖飲杯茶，我已經覺得好開心。以前我出門口永遠先諗孫仔幾點放學，今晚煮咩，屋企仲有冇洗衣液。而家朝早起身，我會問自己，今日我想點過？呢句說話我用咗69年先學識問。我同仔女嘅關係冇變返以前，慢慢比以前健康。阿健每個星期會打1次電話，有時真係忙就發段語音。佢唔再一開口就問我可唔可以幫手，會先問媽，你最近血壓點？到後來亦同我道歉。佢話以前覺得我退休冇嘢做，幫屋企係順便，直到自己又返工又做家務，先知道所謂順便其實係一個人每日由朝做到晚。我冇同佢翻舊賬，我講清楚，我得閒可以同孫仔食飯，偶爾可以幫手，但唔會再固定接送，唔會再包晒一屋人3餐。新抱點頭，一開始佢可能唔習慣，但慢慢佢哋都學識自己提安排落。而家大個咗，有次嚟我屋企，見到牆上掛住一張新相，相入面有我同老周，仲有社區粵曲班一班朋友。佢問我：嫲嫲，你而家都有自己嘅全家福啊？我笑住話：呢張唔一定叫全家福，係一班在乎大家嘅人影嘅相。樂樂聽完，企咗一陣，臨走之前，佢主動話下次想同我影張相，話好，但我冇再急住將所有位置都留俾佢哋，因為我終於明白，一個人嘅晚年唔應該只係企喺仔女嘅相片旁邊，等人記得叫你入鏡，你都可以有自己嘅生活。翻幾次自己嘅朋友、自己嘅餐台、自己嘅燈、自己中意着嘅拖鞋，同一筆唔使問任何人批准就可以用嚟睇病、食飯、過日子嘅錢。有人問我老周究竟做咗咩？我仔女最後咁後悔，其實佢冇做咩驚天動地嘅事，佢冇同我仔女爭，冇搶我間屋，冇逼我斷絕關係，佢只係將一個文件袋放喺我面前，將選擇權交返俾我，用一份白紙黑字嘅財產約定，證明佢唔係為我啲錢而嚟，亦用一句你想唔想轉，令我第一次停低諗清楚我自己真正想要啲咩。
我仔女後悔嘅，唔單止係差啲逼我交出48萬，佢哋後悔將一個幫咗佢哋大半世嘅阿媽當成一個應該付出嘅人，後悔喺我仲健在嗰陣已經計算我走咗之後啲錢點分，會將我嘅退讓當成冇底線，將我嘅沉默當成我冇感受，將我嘅愛當成一筆永遠攞唔完嘅存款。人老咗最怕唔係冇仔女，亦唔係冇人叫你一聲阿媽，最怕係你為人付出咗一世，到最後手上冇錢，屋企冇位，心入面連一句我唔願意都唔敢講。好多老人家成日話我啲錢遲早都係俾仔女，早俾遲俾有咩所謂？咁其實分別好大，錢喺你手上，你病咗可以揀醫生，行唔喐可以請人照顧，想搬去近醫院嗰啲嘅地方，你有得揀，想食一餐自己中意嘅飯，唔使睇人面色。當你將所有錢交出去，你失去嘅唔單止係數字，係選擇，係安全感，係你晚年講說話嘅底氣。仔女孝順，你留住錢唔會令佢哋變得唔孝順，仔女唔孝順，咁你燒晒錢亦未必換得返照顧。所以做父母嘅幫仔女可以，湊孫可以，俾首期可以，但一定要量力而為，唔好將自己養老嘅屋、睇病嘅錢，最後一條退路，咁會用嚟證明你愛仔女。真正愛你嘅仔女唔會要你一無所有，先相信你係一個好父母。房產點安排，大額出資係送定借，最好提早講清楚，可以留記錄。留記錄可以白紙黑字，就唔好只靠一句一家人。講清楚唔代表冇感情，正正因為珍惜感情，先唔好俾金錢同誤會，將一家人慢慢推散。老人家亦唔好成日覺得自己冇病冇痛就唔使理，定期體檢，按時食藥，留返幾個可以傾偈嘅朋友，培養一樣自己鍾意嘅事，唔好每日由朝到晚只係圍住仔女同孫仔轉亂咁，同埋做完阿媽阿爸嫲嫲婆婆就冇咗自己個名，你都應該有屬於自己嘅日子。至於後生人，我都想講幾句，父母幫你湊細路，唔係因為佢退休冇嘢做，係因為佢心痛你辛苦。父母俾錢你買樓，唔係因為佢啲錢冇地方使，係因為佢寧願自己慳，都想你企得穩。父母煮好一餐飯，洗好一機衫，企喺校門口等你個仔。呢啲唔係屋企自己運作出嚟，係一個已經開始腰痛、膝頭痛、眼明嘅老人家，用佢剩低嘅體力幫你撐起一個家。唔好等到飯冇人煮，細路冇人接，屋企亂晒。康利傑先記得嗰個老人家以前做過幾多，更加唔好喺父母仲在生嗰陣就將佢哋嘅錢同樓當成自己遲早會有嘅嘢。父母幫你係愛你，唔係欠你。手術唔係節日買盒保健品，唔係喺家庭群發一句身體健康，係平時有冇問一句媽你攰唔攰？爸你啲藥仲夠唔夠？今次覆診我陪你去。佢係真心嘅關心，有時比幾千蚊禮物更加暖。而我而家仍然愛我仔女，我亦會掛住孫仔孫女，但我唔再將愛變成一張冇限額冇期限任人提取嘅傳紙。我會幫，但唔會再盲目犧牲。我會原諒，但唔會忘記界線。我會同佢哋食飯、過節、影相，但食完飯我會返自己屋企，着住自己對舒服拖鞋，我喺自己張小餐台前面飲一碗仲熱嘅湯。我唔係離開咗家庭，我只喺終於返到自己人生入面。如果你係我，69歲再婚之後，仔女叫你將所有積蓄交出嚟保管，會答應嗎？你覺得老人家幫仔女俾首期湊孫做家務咁多年係應該嘅本分，定係一份值得被珍惜嘅情分？晚年究竟應該完全靠仔女，定係趁自己仲清醒為咗留返一條退路？有人話同仔女講錢會傷感情，亦有人話錢唔講清楚先最容易連近親情都傷埋。你又點睇？歡迎你喺留言區講下自己嘅想法。可能你嘅一句經歷會令另一個一路忍緊嘅老人家知道，原來為自己留返一點尊嚴唔係自私。亦希望你將呢個故事分享俾身邊嘅家人聽，唔係想邊個責怪邊個，只係想大家趁仲有機會好好問父母一句：你最近過得好唔好？記得關注我哋。往後嘅日子，我哋繼續一齊傾下家庭，
傾下養老，亦傾下人到晚年，咁樣先可以活得安心有底氣，仲有尊嚴。